喺悉尼嘅更生會日前舉行慶祝成立20週年晚宴，更生會會長李王超鳳致辭時表示，更生會成立至今已經20年，宗旨係為癌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癌症資訊以及情緒支援。該會嘅財政來源除咗小部分由政府資助，其餘都係由各社團、社會機構以及社會嘅熱心人士捐助。更生會癌症基金會主席廖建明表示，希望社會大眾繼續支持及贊助該會嘅基金及活動，幫助更多癌症患者。喺慶祝晚宴上，播放咗總理艾保德祝賀更生會20週年嘅錄影片段。艾保德喺影片中向更生會嘅全體成員以及義工致敬。晚宴並有慈善義賣以及歌唱、舞蹈表演助慶。